政府預留近1000公頃丁屋用地，引起社會質疑。外界估計，若果以中低密度發展公私營住宅單位，可以比丁屋起多3倍。身兼長遠房屋策略委員會成員嘅房協主席鄔滿海就話：丁屋得3層高，屬於低密度，用地效率唔高。但係丁屋唔係新問題，丁權亦都唔能夠隨便話收就收。唔可以就咁講話，就咁收翻咁樣嚟做。咁啊，我覺得最緊要一樣咧，就係話可唔可以尋求到一個即係大家都接受到，即係一個雙贏嘅方案。即係喺個一方面，會唔會話喺個土地嘅用途嗰方面咧，係可以係提高到嗰個效率？咁第二方面咧，其實佢哋而家即係以我所知咧，有好多即係喺佢新界嘅嗰啲原居民嗰啲申請。即係建呢啲丁屋嘅時候咧，佢哋嘅輪候時間有啲情況都係長嘅。因為咁嘅時候，點樣可以話能夠揾到一個即係好嘅解決方法，而雙方面都係可以即係達到雙贏嘅局面咧？呢一個就真正係要即係政府嗰度再深入去研究先得。至於可唔可以興建多層式嘅丁屋，鄔滿海話方向值得研究，但係好難評估丁屋用地佔可建住宅用地幾多比率先算合理。香港寬頻電視記者曾子倫報導。